Hello，點解一個好嘅女人永遠等到最後一刻佢先會識愛自己呢？大家好，今日想同你分享一個故事，係關於我女朋友嘅姐姐阿瑪麗。阿 Mary 嗰日嚟搵我嘅時候，坐低第一句說話都講唔出。我問佢，阿 Mary 用咗一個星期冇返工冇出門，甚至連電話都唔接。佢話我唔想報復，我淨係想明白自己點解咁蠢。我話你嗰陣時，佢開始嚟搵我，我帶佢咗啲情緒咀嚼。一個月之後，阿 Mary 開始健身，3個月之後，佢學畫畫，報咗一啲整 cookie、整餅乾、整蛋糕嘅課程。半年之後，至於佢老公分開之後半年，佢打電話嚟，佢話我成日都見到佢喺 IG 度笑，我好後悔，我真係唔識。呢一句話太遲啦。講到呢一度，你可能問你幫咗佢啲乜嘢啊？但你又學識到啲乜嘢啊？我學到，如果你聽緊呢一個故仔，可能你都經歷緊同一樣嘅痛，你唔需要即刻放低，你只係需要開始了解。我哋有啲傷，唔係你要學識點樣去報復，而係你應該學識點樣去愛自己，將自己變成更加溫柔、更加強大。你想唔想學識點樣去治療自己，令到自己更加強大？想要留下評論區寫出想要學識點樣去強大。我係 Monica，關注我。